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17年前 SARS 的风暴，台湾有346个确诊的病例，官方的数字有73个人死亡，其中有11名是医护人员殉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95亿。这是台湾史上未当放袂记的伤痛，嘛互咱学到惨烈但是宝贵的一课。即卖不管是负压隔离病房，或者是病院的紧急应变的措施等等，台湾拢已经来建立更加完善的防疫的机制。要安怎借重 SARS 带来的教训，为台湾来起一道坚固的防护网呢？做伙来看。它的 X 光片显示，在右下肺叶有很明显的浸润的现象。对于和平医院暂时关闭，全面管制。我们需要上面的卫生官员跟我们直接对话。2003年春天，新的传染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发扫全台湾，台北市文明病爆发集体感染。4月24宣布封院一条封锁线，阻挡了1300多名文明病院医护人员、病人家属甲员工转去的路。拍打门，大声咧喊，无已经封院好调伫病院内面的人，真有惊，唔知要安怎较好。伫迄个社群网络也未真发达的年代，原来资讯不足引起恐慌混乱的画面，一幕一幕地发生。我爸爸就没打，他是想要回答了。防疫防袂掉，焦虑甲恐怖、失望、愤怒的情绪继续去探，专家学者一日入去协助控刷。当时是真的病院院长的辜大成，嘛是其中的一人。进去里面那是不得了，用地狱好像也不是太夸张，就是地狱的边缘好了，就是这群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实在是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吧，至少在现代史上。这也谢谢当时全国军民同胞，很快的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让这个大爆锅吧，准备要爆炸的锅，慢慢的松懈下去了，终于很成功的啊，这个其实历史上应该是很了不起的防疫史。我们用所有的资源来支持他们里面，我们非常关心里面，我会跟着所有员工，跟他们一起出来。遗憾的是，防疫第一线绿色团来歹消息，防疫最后致生和平病院员工57个人陪着7个人死亡。因过反省17年前政府这项重大政策，参加控刷之前的叶金川真支持。封院其实是对的，只是说没有足够的准备呢，没有配套。不过反回来讲，就是说你围在这边嘛，救一个算一个，对不对？但他如果把它散掉了，跑到整个台北市，那是263万人嘛。大家看到的是往生的这一群人，就已经眼泪掉不完。那更不要说还有一大群啊，当时也没有生病，也没有怎么样，大家觉得说那你就幸福快乐，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不幸福不快乐的故事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教训吧。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工作，那有一天就是突然接到通知说，可能急诊有个新病人要入住，但是怀疑是 SARS。后来我妈妈去市场买菜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阿姨就是很好心的说，啊，你女儿在医院工作，那你这样还出来买菜，那如果传染给我们怎么办？当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对抗病毒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支持的力量，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关心问候跟贴心的谢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当年医疗前线做护理师的简昭仪，即马退居到长照系统，变成个案的管理师。
受到当时遭受压力甲歧视，心也会痛。2003年SARS风暴，全台湾损失11位医护人员，经济损失有395亿，是台湾史上袂使袂记的伤痛。SARS 互咱真侪血泪教训，却嘛补强了防疫体系缺陷。拒绝病毒外流，符合隔离病房，自从控刷了后变成防疫关键。华视新闻杂志团队追查，目前全台有117间病院，设有931床复合的隔离病床，加503床普通的隔离病床。没有SARS时期，病床不足的悲剧不再上演。所谓的负压病房呢，它有它的规范，在 SARS 的时候，老实说还没有这么清楚、这么严格，甚至它的数量非常少。现在呢，各医院呢已经开始建制他们自己的负压病房系统，隔离防疫这件事情是已经叫做在地化。新型冠状病毒负压隔离病床如果住满了，那另外还有一些叫做普通的隔离病床可以住，可以请这个地方政府来规划大型的这隔离场所。最主要是科技上面的进步啦，就是病毒的 isolation 哈，那病毒它的检验，那以及有可能很快就可以做出那个快筛的试剂，那这样就是很快就能判别说你是被感染还是没被感染，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力气在做隔离。是原来一开始只有我们这个昆阳这边可以做检验，那后来我们把11家负压的这个实验室都纳入到我们的检验的量能里面去哈，所以我们一天现在可以验600多件。防疫工作款上靠，把黄金时间照到将疫情降到最近，其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我都即时成立，各部会防疫总动员拢是我靠SARS以后的修法成果。我们事实上在SARS之后建立了很多的工具啦，我们在传染病防治法去修法，设立中央流行疫指挥中心。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宣布它是所谓的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我们就已经成立了中央流行疫指挥中心。在台中文史港区，在密闭的空间，民众自发性挂嘴安，在SARS了防疫观念早就已经侵入民众的心内。大家都经过17年前的SARS的经验，到现在应该都有那种自觉性了。手上消毒跟戴口罩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没有很恐慌，因为我们政府都经过SARS这么严重的病毒，而且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死掉啊，所以我们的医疗技术应该是不错的。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头一摆变成人类新的传染病，和全世界条件不足，写下新的抗病史。面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台湾敢好度度过这摆疫情安然过关？我过是前线防疫人员守护个人的更替意志、加顶进的作为，以及民众的配合、加正确的防疫观念，集合力量起防护网，咱就会为台湾加油。防疫人员，你们辛苦了，加油！有些东西就真的不要太恐慌，然后大家一起加油。平安2个字，平常只是说一说而已。现在对我来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格外有意义吧。回来真好，那我也要跟陈部长、跟所有医疗团队说声谢谢你们。